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7，诗篇31篇30安尼讲：你是我的山岩，我的堡垒，求你照你的名领导我，引带我。三个来祈祷，做阮山岩甲堡垒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起头的，也是落尾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是创造的，也是掌权的主宰，主啊，伫你全能圣手的固守甲保护的，阮属你的囝儿，查某囝，要通有全然的平安甲欢喜。为着安尼，阮要献上阮全然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是阮性命的主，你是阮的天父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生命中充满危险甲艰难，阮的仇敌四围攻击阮，头前的路充满坎坷歹行，总是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堡垒，求你照你的名领导阮，引带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